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代替做赢吉布丹一名63岁员工防喊头死亡，嫌犯监视伊的同事，目前警方当日追查。以前药师有造成网络群组互相换药啊，是因为因认为这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无法解决这欠药的问题。婚姻土豆6月大出，今年县政府找出乡镇规划203台会当合法摘土豆的地点，互农民利用。代替高雄做赢吉布丹加油设备站发生命案，这63岁姓洪的员工，因为到暗时拢无回到厝里，同事去找人的时阵，才发现伊死伫咧做事的所在，后壳有可能是去互物件喊到。这警方调监视器锁定另外一个40岁员工，在去查的时阵，想袂到伊竟然对这4楼跳到2楼露台，双脚骨折，暂时无生命危险。不过，这位遭获警察录的员工，唔承认犯案，相关案情也搁伫咧调查。救护车紧急来到台铁高雄做赢吉布丹加油设备站，63岁洪姓男子无喘气，到病院进前死亡。案发现场非常的偏僻，是管制区，来经过2道关卡才会当入去，死者有可能是互钝器牵伫后脑来死亡。我只知道他们家人有打电话，但是他们没有，好像没有接。他没有接啦吼。战区里面有2道关卡，2道保全，所以说我们初步研判应该是熟人。死者是厂区内底加油设备站的员工，原定1号下晡4点下班，说到半暝拢无倒去厝内。厝内人请同事看，才发现伊死伫咧办公室。警方研判案发的时间可能伫咧早时10点。调监视器锁定一名伫咧工厂区无共工作领域的林姓同事，有可能有嫌疑。早时前往查访的时阵，伊所谓4楼跳落到2楼的窗仔台，双脚骨折送病院，意识清醒。当事人他没有承认，所以说一切都还需要用无罪推定原则，还在侦查当中。有一个救护人员爬去4楼，伫咧个包包的，包甲救落安尼。嫌犯讲伊无做，初步摆除双方面有金钱的纠纷，警方会持续来调查2个到进前有冤家过，才当了解到案情的全部。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来看台中丰原100年老饼店雪花斋发生火灾，今日半暝3点外时阵呢，这店面2楼当作徛家使用的灶卡来导火烧，消防队出动分推车，把头家等6个人救出来。早起业者是强调讲会正常出货，影响不大。消防员直接抓水，现场是一片凌乱。2号半暝3点外，台中丰原中正路一栋5层楼高的面体发生火灾，有民众伫咧厝尾顶受困。消防队得到消息到现场出动云梯车来救援，看有没有火，还有没有火苗这样子。哦，啊，你有看到他们跑上去吗？还是？没有啊，他们就坐这个云梯上去。我们是5楼。5楼啊？对，因为烟已经起来啊。我女儿说妈，那个不知道什么烧起来了，烟一直上来了。我想要去看，可是看不到了。消防队协助6名住户顺利脱困，其中一个记识清楚，预防性送医，无大碍。这个火灾地点是台中丰原100年知名饼店雪花斋，1楼是营业店面，而这5楼作为主体使用。起火点疑似伫咧2楼的厨房，烧的面积大约是10平方公尺，火势真紧就去拍花。早起业者是赶紧来摒扫盘点，强调对于整体的生产制作包装影响无大。因为我们现在的包装都改那个脱氧包装嘛，防护做得蛮好的了，生产啊、制作啦、包装啊，影响都不大了。业者怀疑真有可能是主体2楼电器伤多、电线走火所引起的，但是详细起火原因，火调人员已到现场了解厘清当中。记者台中报道。
台南有一间国中初一发生校园意外，有学生把这水果发架的玻璃罐仔摕来摇，却熊熊爆炸。这玻璃碎片是喷到满世界，3个国中生的面、颔、棍、手拢去挂着伤，送病院了后，目前是无生命危险。消防车出现伫国中的校园内面，因为核爆实验课是发生爆炸意外，警消赶紧将3名受伤的学生来送医，好在是拢无大碍。保健室的阿姨呢，先做一个初步的伤口处理之后，就立即由救护车呢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确认，都确认只是皮肉伤，轻微的擦伤。意外发生伫1号下晡，但并不是伫实验课的过程当中爆炸，而是伫下课时间，有一名学生甲上完课，要带倒去教室内面观察的水果发角的玻璃管仔，尽用力甲摇，造成管仔内压力是上升，管仔向上爆开，喷出玻璃的碎片，嘛波及路过2名同学。我都会在上午的打扫时间去看，那可能学生有去摇晃到或是怎么样，让它里面原本在液体里面的气体全部都冒出来，所以上面这个空间的压力就会变大。那这时候就是会有危险所以相关后续呢，我们都是把孩子照顾的，让家长也能够安心放心。孩子现在整个情绪也都很平稳。课程当中大部分是利用家规套伫管仔头，会当观察发角的过程。但是这次的意外，疑似是因为密闭式的管仔头，佫无放开，加上天气热，互管仔内二氧化碳爆出，才造成这起意外。校方除了安慰惊到的学生，嘛展开关怀，并且互因正确的观念。后续自然课的课程，嘛不排除换做保特瓶来替代，互教学的过程更较安全。记者王正云台报道。桃园市政府有规定，讲起厝用出来废土拢爱申报，清运也爱照申报的路线，报检的时阵也爱有相关证明。不过，国民党机关昨天也惊开记者会，讲编定有工地拢无相关资料，市政府说核准通过完工证明，即期市政府伫咧独立抢上。桃园有规定，讲营建用村的废土清运都要照申报的路线去行，报检的时阵爱附连单。但是国民党议员朱定尧就指出讲，伫咧平顶区有工地无附连单，但是市府建管处竟然核准通过因完工的证明。议员就批评讲，这建管处根本就是两套标准，嘛质疑这有道理抢凶的嫌疑。他们不应该在没有回签、3格签名的这个4联单，并且压年月日时间的情况之下，可以勾稽完成。沙石业者表示，平定这个工地算起来爱付超过2400张连单，若是减一张连单查出连单，也是 GPS 行的路线无照规定，就会予市府罚钱。这算起来，上当时会当罚2亿4000万。我们雇这个连单真的是比雇孩子还要仔细，1张2万，1张2万。我这个工地2000多张，总共要4、5千万，那不见得怎么办？针对含业者有利益交结的指控，建管处回回讲，营造厂含沙石业者有债务纠纷，完成清运的时间是7个月前，但是建管处爱查证营造厂申请的土石清运计划，比对沙石车的 GPS 路线，也得确认投资场收土进行了后，再来处理工地土石清运的申报作业。109年开始已经全面电子化，这个签名的这个资料是一个拿来佐证的依据之一而已。那这个案子我们清查起来其实没有问题，所以同意了营造厂的申请。建管处嘛强调，2016年推动沙石车加装 GPS， 加上2010年实施电子联单，甲清运车辆行车的路线记录、清运的时间全部拢用电子联单的方式传送去到网络顶的资料库，掌握工地出土的情形。要拿传统的资本作业做辅助尔，也建议厂商之间拍契约，若是有争议，应该按照司法程序去解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咱国内欠药的问题是还未解决，基层的药局最近有驻群组，因是用药换药互相支援。基层的药师也破白讲，这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对解决药的问题根本就无作用。民众提万清楚风险到药局领药不过这种服务对象大部分是在地老大人。药局来讲，因为欠药的状况实在真严重，差不多每天拢有人提出风险，专领无济药的情形，甚至只好请民众走一抓大病院去领。他本来有，但是被人家领光了。谢谢，我打电话给我哦。以证明这个喷瓶的药水来讲，
邮局只存这一罐，要留予年岁较大、行动不方便、无法度走去大病院的人。不过，伊的替代药啊也已经欠费当中。药师今年用伫赖群组当中互通用药换药，不过未足药品爱给阮配送。药师讲，安尼互通也只是治标无治本。我们在调拨的过程当中也是蛮困难的，因为我们要自己要过去药局去拿药，对啊。然后在这个，因为现在有 GDP 的关系，所以就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是有困难的哈，因为现在要低温配送。基层药师讲，卫福部虽然成立跨部会药品强行通报处理中心，不过亲像行政通报流程，第二也无解决欠药的问题。对国内欠药条继续滚价，药师伫这个进程拢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邦桥有一间幼稚园，进前逼出老师为着方便管教，就甲囡仔饲这爱困药啊，就家长带囡仔去检查，所检出这囡仔身躯顶竟然有治疗羊型失明等病症的药物残留。这间幼稚园用调查无公开做理由，无向家长说明，而且7月底因要阁停业，家长也烦恼讲，到时阵业者走去比，就无人担负责任。我身为父母的，我没办法去保护他。我说坦白的，我没有脸跟我小孩说我是他父亲。讲到宝贝囡仔，好亲像伫幼儿园互老师乱饲药啊，家长忍袂住后甜。新北市邦桥进前传出有幼儿园老师为着互囡仔听话，疑似饲安眠药啊这药品，代志曝光了后，陆续有家长来报案。有带小孩赶快到石牌荣总、台北荣总、林口长庚去验血。那这中间，我们又带小孩到土城长庚医院去验尿。5月14号到我儿子昨天拿到的报告是24号，这中间有10天，我儿子还是验得出来有巴比妥成分。港前市为5月2日开始，陆续带囡仔到台北警总、南口中警甲土城病院验血验尿，且伊确定伫体内验出残留巴比妥这种用伫治疗羊型失明的药物残留。再询问一下海山分局。已经有7位家长报案，这个老师是中班的老师，怎么会喂到小班的幼儿园？我们很遗憾的看到新北市政府是非常被动跟消极了。而且这幼儿园搁伫7月底停业，即摆还有数十位囡仔伫等待安置，互家长烦恼囡仔健康的同时，搁唔知要转去倒位读，无应该是一粒头两粒蛋。目前该教保员已经停职。那本局跟检警也同步启动了调查，相关的检验费用呢，会由园所来全额支付，以专案的方式，媒合每一位幼生来做幼儿园的一个安置，并主动安排医生以及心理咨商师。教育局回应，这教保员已经停职接受调查，相关的案件检警也在调查侦办当中，会专门配合司法调查，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明天特别举行总统大选，今仔日台派联盟召开记者会，提出因对台湾无共面向的看法和建议。联盟伫顶日也要举办民间建建国事会议，决定用国家正常化和新生态环境做标准，来检验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政党敢有值得支持无？当然就是希望有权力的人想要领导台湾的人，应该要听得到。请他们要面对。2024年大选就要到啊，台派联盟召开记者会，为无共层面讲出因对台湾未来发展的建议，嘛毋望手头有选票的选民用无共面向来观察候选人，思考啥物才是对台湾上好的。我们制定台湾新的宪法，台湾人民可以透过公民投票来制定自己的宪法。百姓为主的司法爱民主就是第一，爱有陪审团第二就是讲，咱有一寡司法的官员，包括讲，若有一寡法官，甚至检察长这些角色爱有一部分爱百姓选。台派联盟嘛批评即马政府的本土语言政策，上台教授蒋维文表示，内政部2年前的语言普查，各校的学生会晓讲台语的全无7%，各小国中一礼拜华语课有5节，英语3节，本土语言干那1节。所以囡仔伫厝内要习惯是讲华语，也若对目前当地推动的双语政策，因认为的双语是台湾话加上英语。你若维持现状，就是维持中国的继续霸凌台湾语文啦。咱卖的是双语，是啥物款双语？台英双语啦。第一，爱甲台湾本土的语言做主体，甲顾起来；基础伫国际上以英语做主要的国际语言。台派联盟表示，台湾爱走向世界。
联盟伫顶一日毛举办民间建言国事会议，决议以国家正常化、甲新生代愿景做标准，利用这个面向来检验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政党敢值得支持。记者邱丹妮、曾俊佑台北报道。民进党逼出进前伫遐做事的党工，互人卡来手来。这媒体人周玉蔻就认为，迄当时的副秘书长林辉鹏拢无伫咧处理，要求伊着爱退选2024年的立委选举。要若互指控性骚扰姓氏的这个导演呢，到今拢是无出面说明。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无加做回应。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回实咧，认为代志确实咧处理了无好势。民进党逼出对前党工性骚扰案处理不当，前妇女部主任现任副秘书长柯家点已经请辞。迄时阵的副秘书长林辉环虽然替伊出面回释咧，不过处理过程也是引起纳入电影批评，因为伊导导性骚扰案不利。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甲那爷拢要求林辉环退选指控之所的立委。林非凡应该要退选，因为他完完全全不是任当一位民代表。我想解决问题的态度跟结果最重要，那我们就用最严肃的态度最严谨的程序来处理这次所谓性骚扰的问题。性骚扰案继续滚加，党内人士烦恼冲突选情。涉嫌性骚扰的姓氏的导演，到即马无出面说明，不过被逼出捌提出过民进党证。2001年为迄时阵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翕第其竞选广告，蔡文阁亲身出席婚礼。姓氏导演也担任过郑文灿桃园市长时期标案的评审委员，被指疑是立营义勇的导演。之前速度太慢吗？你觉得林非凡要退选吗？我想，任何人不管担任何种职务，那么违反性平的价值，那么性骚扰的事件，我想做错就是做错，事件的处理确实有不当的地方。民进党阁一摆强调，已经检讨通报机制。党工同事应直接向秘书长讲解事实，搁马上受理，搁继续办理全体党工的性平教育课程，也请特定政党拢要自我检视性平机制，唔通继续恶意攻击，这对受害者拢是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军事法施行到今已经满1年，根据统计，全台湾已经受理超过2700件案件，其中用通讯甲人骚扰上接发生，被害人有9成是女性。不过警方也强调，经过书面文件甲加害者警告了后，超过8成的人袂搁再犯案。我若甲你转去，我会绝对搁当相依。要求要好合无成功，依然这个查甫人走进静某大的所在，一直想调调，抑阁一直敲电话。半暝一直接到简讯，连续收到上千条。一个女子被身份人骚扰，规工拢提心吊胆。像这种案件，逐工拢伫咧发生，拢已经违反军事法。新制度伫咧去年6月实施，全国已经受理2724件，9成的被害人拢是女性。伊若直连看到的军事行为前3名，分别是通讯骚扰、低调调，抑个监视观察。伫军事法实施满1年了，经过分析，经过书面的告解了，加害人有超过8成袂搁再犯。如果是属于理性的行为人，他知道第一个这个行为已经有法在做规范，他就会调整自己的这个行为。伊若伫形态比例部分。一般的军事案件，包括网友、同事之间的骚扰类型，有超过5成。不过，若甲针对着家庭成员甲伴侣的家暴军事案件，就到1161件，占4成2。另外，正大比例是来自亲密关系的人。妇女团体也讲，这内面一定也有污数。他可能有威胁他，让他知道说，被害人他去向。公权力或是对外求助，可能会有什么后果？有可能会牵连到周边的亲朋好友啦，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军事法实施拄才满1年，妇女团体强调，初步看起来成效是袂歹，但是真像是军事保护令的审理抑个合法，相关案件正入司法庭司了，成罪率抑个量刑，拢是因继续关心的焦点。记者综合报道。
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昨伫华府签署，也若后一阶段议题含同时启动。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表示，目前考虑大声处理劳动、环境和农业等三大议题，不过也是需要和美国较近。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这签署了后只是起头尔，台美会继续深化合作，接落来也和美国协调，避免双重扣税。台美双方昨伫美国华府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经济部长王美花今仔日表示，这是重要里程，台美会持续深化合作。我们也希望这个另外针对避免双重课税的部分呢，可以来进行相关的讨论。那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台美21世纪的这个进展呢，确实也会有助于跟美国来进行这个双重避税的相关的磋商。王美花讲，将来台美有可能进行更较侪谈判协定。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是成立台美中小企业咨询会，建立政府甲产业界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未来台美双方要透过资源互通、议题合作，也甲企业互动这三大面向进行合作。那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伊是表示，后续还有7大议题有待台美双方协商，亲像所谓贸易、标准、国营事业、非市场政策。劳动环境甲农业会优先处理，不过这只是台湾的初步规划，都要甲美国方面较近。农业部门的这个合作，然后以科学为基础，避免这种非关税贸易障碍这一部分的这个规范的调和那也可以试着就是说让我们的农产品呢去敲开这个美国的市场。对于台美签署贸易倡议，台湾美国商会我真肯定。不过也呼吁政府应该赶紧实施确立明确难度，才会当扩大协定的效益，让双方的经济达到新的欢迎甲合作高峰。记者综合报道。国军汉光39号实兵演习7月要开始，这陆军航空602旅也有陆军装甲586旅最近拢进行实弹演习。接落来6月，也有一个陆军航特部年度上大演习新鹰操演，这拢是为着汉光演习提早做准备。咱的国军强化防卫战力，不过中国有关伫有关军事威胁。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就认为，台湾就要坚定表态，莫互中国认为台湾是伫咧落难。伫空军锁定地面目标 OH-580 战术直升机、AH-1W 目镜蛇攻击直升机，也有 UH-6M 乌鹰直升机轮流实施火力打击。陆军航空第6栋2旅伫恒春三军联训基地进行空用武器基础射击。陆军装甲586旅伫屏东进行三军联合作战测考，考验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伊就是伫为7月要举行的国军汉光39号实兵的演习日新。我们欧机射击的武器有分5零机枪以及火箭等，那通常我们都是采2到4个航线实施射击。再来，也有陆军航特部年度上届大演习新鹰操演，包括6月初5至初9航路训练，6月12至15修练耍4天的实弹操演。到时阵阿帕奇、超级目镜蛇、乌鹰、OH-580拢会出动，严整空对空、加空对地、空对海射击。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当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侧意对台湾的问题表态，讲绝对无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前国防部长蔡明宪认为，台湾要坚定表达立场。中国的飞机已经超越台湾海峡，他们的飞弹已经飞到台湾的领空。国防部也好，我们总统府也好，应该也有所表达。我们怎么还个点点？这个是示弱。虽然强军无愿意放弃武力还台，不过美国、日本是持续强化围堵中国。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美国海军一只扫雷舰一定6月中停靠伫日本石垣港，这是14年后，搁再有美军的舰艇进入石垣港。研判考虑到台湾有代志要及时应应，显示美国甲日本持续伫协助中共的武力还台。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伊出席空军官校毕业典礼时阵，伫舞台顶悬跋倒。
白宫表示，讲台顶有一个黑色沙包，拜登是无注意，才会去见跋倒，目前身体是无问题。美国总统拜登昨日参加科罗拉多州美国空军官校毕业典礼，伫发表演讲时阵讲，美国袂想要甲中国冲突对抗，是要伫咧会当合作的所在合作。From growing instability to food insecurity to natural disasters, all of which are being made worse by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climate change. 就伫拜登演讲纸决心要落台时阵，骹步踏无好势，贵人摔伫咧涂骹。边仔的空军军官也有特勤人员赶紧甲伊插起来。拜登也伸手比涂骹的沙包。好佳在坐空军1号转来华府的时阵，拜登行路时阵看起来阁正正常。这已经毋是拜登第一遍伫咧公开场合跋倒，包括2021年3月伫咧亚特兰大要去咧空军1号时阵，伫咧爬楼梯时阵连续跋3遍。去年6月骑脚踏车时阵也跋倒。今年2月伫咧波兰，拜登要去咧空军1号时阵，又搁伫咧爬楼梯时阵跋倒。今年5月参加日本广岛 G7 峰会，伫岩岛神社落楼梯时阵，骹步踏无好势，好佳在回程台骹步徛在无跋倒。拜登今年已经80岁，是美国史上年纪上大的现任总统。美国前总统川普正伫咧爱荷华州为共和党的初选邮票，听讲拜登又搁跋倒的消息。因家己当年演讲了差一点仔跋倒的经历，叫拜登爱较细腻咧。I hope he wasn't hurt, but it's the whole thing is look. The whole thing is crazy. You got to be careful about that. 刚刚伫爱荷华州开始竞选活动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提斯，希望拜登会当伫有可能遭受的任何伤病当中赶紧恢复，也佫正口说讲，也希望美国赶紧对拜登创共政绩所受的伤害恢复回来。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捌伫咧阿富汗执行反恐任务的澳洲退伍军人班罗伯兹史密斯，2018年有告3间报纸社，讲这个报纸社乱写伊有捕杀、拍捕、恐吓证人，也有一个进前罪，这拢是无影无迹的。不过澳洲联邦法院初一判伊败诉。这是澳洲的法院第一遍审理甲澳军战争罪有关的民事官司。超过40位证人，110天的审理期，甚至是1630万美金的诉讼费用，拢是澳洲司法署的新纪录。审判结果出来，法官判班罗伯兹史密斯败诉。The judgment is a vindication for journalists Nick McKenzie and Chris Masters, who began reporting this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story more than 7 years ago. It is a vindication for the many people in our newsrooms and our organisation who supported this really important public interest journalism. I'd like to say today is a day of justice. It's a day of justice for those brave men of the SAS who stood up and told the truth about who Ben Roberts-Smith is, a war criminal, a bully and a liar. 澳洲雪梨前锋报、世纪报也个坎培拉时报，2018年报道战争英雄班罗伯兹史密斯，2009年到2012年连续种喊过的行为，真像是甲无武器的阿富汗平民踏落去山坎骹，并且命令部下对这个人开枪，甲领着的塔利班战士当作射击比赛目标，向伊的脚车边射至少10枪，一个家己的假脚手当作战利品。早登于澳洲做酒杯啊用，一个下令虐待新兵的2件谋杀案。此前，澳洲精英空降特军队的班罗伯兹史密斯86遍被派驻阿富汗，在这个期间战功正水，得到几多项高级军事荣誉，亲像2011年伫咧英国的北京汉宫，得到女王伊丽莎白2世颁奖最高等级的维多利亚实力勋章。2013年退役了后，转到媒体，变做正红正正的演讲家，也个媒体主管。也拿这3间平民媒体对伫咧将军的期间的报道，和班罗伯兹史密斯的大众形象变做正歹，伊一受气就对媒体提诽谤的官司。澳洲军方对战争记录的保密程度，一直以来拢比其他民主国家更加严密，并且有暗制个别者起诉媒体记者的案例。不过，伫咧社会舆论也有以上重要的名帮美国施加压力了后，2020年开始改变作风，任命特别调查员调查是毋是违反人权的事件。班罗伯兹史密斯就是被调查的人之一。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
在以色列耶路撒冷拜市有举办一场同志游行，有几千人去参加。这是保守派政府去年底执政以来头一摆举办的。英国反对这同性恋的国安部长以后来参加游行，在现场就互民众批评讲，伊来到这是要故意惹代志。一条各种彩虹的旗仔参加游行，以色列耶路撒冷伫咧7月办一场同志的游行，这是以色列既有的政府去年底执政以来第一遍办这种年度盛会，几千人参加。It's what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is all about. Supporting these kinds of events, that's what we care about. Especially in Jerusalem? Without question, that's my second time in Jerusalem, and it's exactly where we should be doing it. A very happy occasion, but it's a complete antithesis of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n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very much homophobic and very much transphobic who are in the government today and hold positions of power and budget and are working against us actively right now. 伫咧对同志较友好的特拉维夫游行，袂输敢若嘉年华会同款闹热。相比较之下，伫咧耶路撒冷的游行就较温和，真侪警察伫咧现场戒备，防止发生冲突。不公开对同志无友好的以色列国安部长班古维尔进前2遍去耶路撒冷旧城区圣殿山引起争议。这边佫到游行的现场，互现场的民众大声解嘘。אנחנו מחויבים, אני רוצה שערות ראשם של אותם צועדים לא תיפול, המשטרה בהיערכות מלאה. יחד עם זאת, אני גם אומר את זה, המדיניות שלי והעברתי את זה למשטרה, וכך יקוים, לתת חופש ביטוי גם לאלה שמתנגדים למצעד, גם לאלה שמדברים נגד המצעד, זה זכותם. כל עוד הם לא עוברים על החוק. 班古维尔被问到讲来参加游行是不是挑工要制造半人，伊讲犹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半人。以色列民众对 LGBTQ 一般拢会当接受，伫咧保守的中东地区正罕见。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就把谴责游行是一种半人，希望巴勒斯坦人起来对抗。公司新闻张伟林、吴继昌编辑。风台走了后，最近这几天天气变较小风风。气象局表示讲，这款高温会一直到后礼拜。气象局也要提醒大家，就要防止日头晒，这水就要加啉寡。另外，后礼拜也会落雨，民众出门也会加早雨伞。日头赤炎炎，民众加雨伞来预防予日头晒甲着晒。气象局表示，今仔日的天气是侪分较好天，各地头拢会超过30度，而且未来一礼拜天气也是真小热。其实未来一周都是比较暖热的一个情形，各地的高温都可以到30度以上。那今天的话，在南高屏有发布高温资讯，有这种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情形，所以未来一周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气象局是表示，6月也是会落黄霜雨，望这波雨水，予南部地区的水量变较侪。水利署是讲，即马台南高雄的水情有关是红灯，虽然到6月底进前，水库的水也是有够，但是民众也是爱欠欠啊用。南部地区虽然讲水库咱站门甲乌山头水库的水量有较少，差不多13%左右尔。南部地区的水情是会好转，而且这个南部地区离6月底进前拢免去烦恼讲会欠水。也若风台走了后，后礼拜可以恢复热人的天气。气象局表示，初3中南部的水汽会增加，所以会有较大阵的雨。初4到初5有关是侪分较好天，初6、初7也因为水汽增加会落雨，而且会拖到西北部地区。建议民众出门就要记得扎雨伞，避免压雨或者是晒到。记者柯嘉轩、林玉凯台北采访报道。讲到婚礼的土豆是有够好食的好食，这土地产量呢，土豆的产量是占全国7成。但年6月是这土豆的采收期，不过这段时间定定落雨，农民拢爱做空地来晒土豆，也烦恼讲晒在路边会起风透体，或者是引起交通问题。县政府对今年开始和7个乡镇公所规划203笪合法的晒土豆的这个空地要予农民来利用。农民将打采收的苦豆再来空地晒，才当予苦豆保存较久，更够天然香味。今年6月份后，拄是牛年苦豆采收期。过去这段期间，定因为落雨，导致苦豆农找袂到空地来晒苦豆。现在当到乡镇市公所还是派出所登记排队。去派出所登记啊，登记这个有路权啊，这个路内哪有啊，拢有路权啊，按溪条哪有一抓。你个路权咧整处理好，你就使拍啦，甲派出所登记者就使拍啦。
文管府农业处表示，前几年常发生农民因为拍裤刀，行业路人抢道情形，农业处要求警方向定市公所，共同影响规个合法拍场。原本去年只有5乡镇配合办理，但今年增加到7乡镇。合法拍场为去年110处，增加到203处。为共同研商提供合法赛场的规划。目前公所已经规划出203处的一个合法赛场。请农民如果有需求，可以向公所提出申请。另外也呼吁那个农民在曝晒发生时，在赛场的前后40公尺处要设置三角锥。农业处就讲，这合法拍场大部分延续过去农民常使用的地区。比如面积较大的庙地，还是人车较少、安全性较高的路段，但为着避免争议，农民如果使用无经过申请道路当拍场被检举，会被开罚1200块到2400块。记者向文报道。伫咧彰化鼻头乡的私立明道大学，红列做是专案辅导学校，限期改善时间是到5月31。教育部伫6月初5也要召开体场审查会议，看安怎来处理。不过，这间学校已经是连续4个月欠教职员工薪水咯。教职员的自救会早起也去到教育部订正。下个月发薪，为什么没有？有支票进来了。还是没有。为今年2月开始，连续4个月无摕到薪水，明道大厦大部分教职员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冲击。自救会长讲，有人是无法度拿厝的贷款，阁有人向伊借钱来买中昼顿，没有钱买午餐的啦哈。那所以这是影响到100多个家庭的生计。为什么薪水欠4个月这么久，才决定到教育部来订正？会长讲，除了相信董事会一直讲会有资金入来，嘛烦恼伤过早订正会影响学校的形象。相信董事会，相信校长的话，只是问题说不晓得他们会这么大的困难会失信。自救会是希望教育部来马上启动退场的机制，介入来解决薪水的问题。教育部表示，后礼拜一已经排定退薪会，新任明道大厦监事解读专府，也毋过按今卖法规，就算学校退场基金是无法度代付退场正前的欠薪。依教师待遇条例是有规定，就是如果学校的老师有被欠薪，那时任的董事是要负连带责任，所以这一部分确实要找相关的法规去跟时任的董事来做究责跟追讨。自救会上想要解决欠薪水的问题，由原本董事会来负责任。司法工会指出，老师敢若会当家己司法救济，也是申诉爱证据。虽然自救会行动确实淡薄仔慢，教育部应该有更较侪积极的作为，互因协助。记者从新志明台北报道。行政院伫昨宣布，明年军工教真员要调薪水4%，希望会当带动民间企业来甲这员工加薪水。不过，民众拢认为讲要影响民间企业，恐惊是无遐尼简单。另外，宣布调薪，在野党也批评讲，这一切拢是为着明年选举。行政院初一拍板，军工教真员明年就要调薪4%，有73万军工教真员会受调整，估计每年经费增加298亿。行政院人事总处表示，考量国内经济成长率、消费者物价指数，阁有肯定军工教真员伫疫情期间的贡献，才决定调薪。5月份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值是2.04，去比较那个全球跟主要的经济体，相对来讲是比较稳健。上次调薪的时候是11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部分，111年是2.95% 嘛。那112，主计总处这边公布的预测值是2.26，所以加起来大概预测2年的 CPI 的累计成长幅度会达到5% 以上。行政院表示，希望这摆的调薪也通带动民间企业。林金辉表示，2022年军工教加薪的时，亲像台塑这寡企业也有调薪，中小企业的方面也望通透过这摆有带动的作用。不过民众的看法是无啥共。感觉是有机会会当带动民间的加薪，毋过足困难。疫情了后，慢慢的启动，毋过需要时间来启动。就是你敢会使安尼，但是无，那你上少嘛爱讲，甲我讲你的表现较好。因为做生意人，伊追求的是头家的利润，毋是员工的利润。
这民众认为要带动民间调薪是无遐尼简单。另外在野党批评，现主席调薪是因为明年的选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因为公务机关的拍拼甲通货膨胀的压力，这是有必要的调整。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根据人力银行上届新的统计，这6月网站顶头的工课数量有107万个，其中56万个专职的工课是欢迎拄出业的学生来应的，这寡数字也创下历史新高。人力银行就鼓励少年人爱加问清楚，也会当把这传统的面试变作是双向的对谈，劳资双方互相了解。摕履历表直接接受企业面试提问。今年毕业季，台湾虽然告别疫情，不过煞来是无景气。4月份景气连续倒跌落来，代表较歹的拿定。伫人口老化加少子化影响，市场欠工的压力也是超悬。可能投10家，那可能会回应你的，可能就是有机会，可能是2、3家。自己现在有想要走顾问业，然后金融业有在考虑。根据人力银行最新统计，6月份专站工作数107.8万个，其中有56.6万个专职职缺欢迎新鲜人，拢是创下历史新高。亲像大数餐饮、服务、零售、电子软体、半导体，拢正欢迎新鲜人。疫后伫消费比较较济、较欢迎，也加 AI 较流行的情况下，也互3大欠工产业集中伫民生消费，也加电子通信这方面。劳动力的人口是逐年的在下降，我觉得住宿餐饮或者是其他企业的 HR， 在针对他们缺工这件事情上，他应该要有更开放多元的征才的策略。除了年轻人一定是我们要去争取的人才之外，其实中高龄比较资深的工作者，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不管你从事哪个行业，你要对他有热情，有热情的时候，其实你的学习、你的进步就会回馈到你身上。人力银行认为，大欠工的时代找无人已经是企业普遍的现象。今年少年人要就业其实无困难，困难是安怎找到一个介意而且愿意全力付出的理想工作。所以鼓励少年人加向企业提出问题，甲传统的企业对求职者单向提出问题的面试，调整做双方的面谈。除了会当互找头路的人更较了解企业，也是解决欠工压力其中的开放。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因引发伫咧年初时阵有三秃啊，按算2024年开始想碳费，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这碳费限定专款专用，无啥人减量的条件。再去到22个民间团体则会成立碳税联盟，就学者指出讲，咱国内的碳费有犹太汇率，搁互这个排放源申请补助，可能无法度拄掉后面的碳边境税。碳费先行，碳税更好。环保甲民间团体代表，阁有跨党派立委，拢出席宣布成立碳税联盟。虽然气候变迁应用会已经3读通过，要来定收碳费，但环保团体指出，第一阶段只要针对289间企业，这排碳大户的排放量，仅涵盖电力排放的一半。认为未来应该爱来定收碳税，和所有排碳的企业或者是个人，拢来负起减碳的责任。针对整个源头的直接排放来进行课征，所有的国民都能够负起具体的责任。中研院经济研究所兼任研究员肖大基指出，定收碳税除了以价质量，嘛应该成立气候基金，用利用碳税，人民阁有调适的研发，呼吁这一代唔通甲碳税留互子孙。伊更加指出，气候法当中的碳费，阁有油气类的废物税规定，恐惊无法度互台湾出口后面的产品来抵减后面碳边境税死变。因为我们的气候变迁因应法里面对于碳费的制度呢，有这个优惠的费率。那又可以让这个排放源呢事业来申请补助，它必须要是实际上的支出才可以。台大风险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桂田认为，目前定收碳费是政治妥协的结果，会当讲是暂时作为过渡政策。若讲要兼顾产业甲社会公平，碳税立法应该成为后一步目标。记者林玉丹、张伟台北报道。
花莲县政府甲台泥合作起的这气化炉今年要开始使用，却因为要摕来烧粪扫，引起附录部落抗议。其中宜兰二华村的德卡伦部落居民就提出行政诉讼。6月7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出来了，判这部落败诉。花莲因为无焚化炉，所以粪扫拢是送去宜兰基地干焚化炉付费来烧。不过北区5乡镇，逐天有上100栋的粪扫，已经囤超过8万多栋。所以县政府2020年甲台泥合作兴建气化炉，所以因为敢做宽差无做宽平，引起真大争议。环差跟环评差很多，那环差它还是以水泥的同类型的行业别去做一个更改而已。我们担心的一些有毒物质的那个评鉴上面，它就会比较没有考虑进去，包括戴奥辛，包括什么的。不过，花莲秀林乡的和平村民已经为早期的抗议到即马大部分会当接受，双方看法差真济。到尾啊，德卡伦部落是向台北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台泥是一直有办说明会让我们知道，只要说台泥你的污染上面你有把关的很好，我觉得其实我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你这样做，我们这边会有就业机会。台北最高行政法院6月7日判决出来，法官认为这个开发计划不是一般的废弃物，也是一般需要废弃物再利用机构的开发行为，而且开发行为无需要办理环境影响评估，原告请求无理由判决部落败诉。环境影响差异分析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促参法方面，我们也跟台泥签约了，那环评的部分也都同意通过了，所以就是按照现在依法依规，就是按照进度来做进行。台泥表示尊重法院判决，目前相关设施的进度已经特别完工啊，一定7月就要试营运。德卡伦部落是讲有可能搁再上诉。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出产的下雪山野，即马也要销到香港去。今年当着这疫情解封，加上风台无损害到，这台东200公顷的下雪开始要采收。国内外的订单是一张一张来，目前拍卖价销 A 级的1公斤是150到200之间，比英国价销较歹小看。马华风台即马愈走愈远，台东县差不多200多公顷种下雪山野农民正欢喜伫咧采收即马拄大出的下雪山野，因为闪过风台，今年开花期天气够好，这区的下雪山野拢生甲正水。你看这个附近都是种芒果的这些农户，他们也是很担心。如果说没有采用过的话，就心里就比较开心。三小班的包装场内面，农民赶紧找人到骹手来包装，因为自这个月开始，每天拢有真侪订单。农民讲今年算是丰收。即马伫国内拍卖行情，一结果1公斤差不多150块到200，比往年小可较俗。国内一箱4.2公斤，大概会当卖到900块左右。另外，外销也比疫情进前较稳定。这个月空运外销到香港，一箱差不多1700块左右。香港免运费，每一批订单拢超过1000公斤。前2年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外销香港的部分就比较少。那今年刚好疫情已经趋缓结束了。那外销也慢慢的在恢复当中。下雪山野，互人叫做山野界的 LV， 香味甲口感拢甲其他的山野无同，算是高级的水果。今年也有农民会加送甲农会合作的下雪山野加工试手啊，提罐买去。台东县政府估计今年下雪山野闪过风台，产量可能比往年加1-2倍，差不多800-900多吨，会协助农民到新加坡甲香港促销。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你敢捌骑铁马去进香呢？这苗栗市公所对2018年推动这铁马进香活动，即马要开始进行2天挑战345公里的行程，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信众虔诚参拜，随即将马祖牵到这座进香脚踏车内底，甲传统的鸾桥真无共款。这座进香车以原木来打造，覆盖伫3轮车的后壁，看起来真有古早味。但是全台湾唯一的马祖座驾，需要众人甲马祖做伙来出发，登规铁马进香行程。声音一响，信众对你出发。不过，大家人拢骑着脚踏车，对着这只马祖3轮车一路南下北港来进香。2号伫苗栗市展开的马祖铁马进香，因为甲传统行路的方式真无共款，吸引真侪民众来体验。应该还有信息，平常也有在一起做一个脚踏车的一个行程。我
们平常都有在练车啊，只是我们女生比较少，男生的话都是高手。未少信众表示，铁马政府会使享受骑车的感觉，而且速度嘛相对较紧，只要2天就会使来完成。嘛免另外搁再请假。苗栗市公所为2018年推出铁马政府的活动，复刻早年骑脚踏车进行的场景，而今年拄着疫情解封，参加的信众比以往搁较侪。而前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导致我们的活动有一点点的影响。不过呢，这也不会熄灭我们对于说这一项活动的一个热情。苗栗市公所表示，铁马进香是对着苗栗的历史甲传统的尊重甲传承。参加活动的民众会使透过自行车骑行的方式来展现对着妈祖的热情。而进香活动已算伫6月3号，尾仔嘛就会使回到苗栗市的天后宫。记者苗栗采访报道。在台湾有一阵摄影师艺术家因上山落海世界气体偏乡学校的毕业生翕相。公司台基大青春咱礼房，这礼拜6的暗时7点半，要带大家来看这阵志工为偏乡囡仔留下生命当中正重要的纪念相片。毕业是咱对一个阶段结束，要走向新的未来开始。不过，在这个阶段的资源，咱会当发现城乡的落差。在台湾的偏乡，真侪学校的学生人数并无多，亲像毕业纪念册，这种无利顺的生理是无啥厂商会想要来做。加在有一阵摄影师无点薪水来遮做志工，为遮学生囡仔来奉献甲服务。阮是讲，互囡仔对因的行为来做一个楷模的学习啦。翕相是免钱嘛，啊，毋过就是讲囡仔以后。留这个专长嘛，会使回馈予社会有需要的人嘛。我们再次1、2、3。在都市，毕业纪念册是真世上会当看到的物件。不过对偏乡的囡仔来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都要靠真侪人出钱出力才会当完成。偏乡学子原办公益协会已经帮助要400个学校甲单位完成4000多个学生的愿望。不而过当年拢有100多间学校甲单位提出需求。完成梦想的代价是愈来愈大，向各界募款、总钱、找资源，尤其是受到疫情的影响，经费是愈来愈欠缺。我们器材拢是家己的，然后大部分拢是家己本来就有这个器材啊，因为原本就咧做摄影相关的代志。其实钱一直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坦白讲，咱的低消可能就得要到100万的迄个等级啊。在偏乡大汉的囡仔。伫故乡无学校会当继续升学，出国发展是紧插班的代志。在草地生活的记忆，嘛因为时间渐渐变薄。一本亲像求学过程摄影集的毕业纪念册，对因来讲有真特殊的意义。如果想到的话，或者想看，就可以随时拿出来看。很多老师跟我们说，其实毕业纪念册对他们来说是蛮重要的，因为他们会带着到国中。到高中，到大学，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离乡的一种安慰吧。毕业纪念册纪念学生时代美好的过程，在地相处的时间无讲介长，不过传达的感情甲友谊，都亲像一张一张的相片，永远留伫正人的心内。记者吴定武、吴文良综合报道。有一寡职业真特殊，伫法国呢，就这个机场的飞安小组，因大家的工课就是爱想尽办法，把这无细力走去机场的鸟仔，或者是生物，甲因吓惊发走。巴黎奥利机场人员对空发射抛声草埔的鸟仔马上散开。这属于机场环境技术小组的成员，公孙笑讲，家己是惊鸟大队，主要任务是赶走机场跑道附近的鸟仔，避免弄到飞行机。因为机场空间真宽，草啊也真旺，常常牵动物甲鸟类。根据统计，飞行机甲鸟群或者是野生动物弄到，伫飞安事故当中是第2名。飞行机常常都要停飞迫降，严重甚至影响飞行机甲机组员的安全。所以有防鸟类弄飞行机，也正做机场维安的重要工作。Ces espaces verts, ils sont préservés pour garantir la sécurité des avions au décollage et aux atterrissages. Sur Orly, je vous réexpliquerai ça, mais on a étendu certains espaces verts, on a conservé certains espaces verts.
惊鸟大队的成员要有生态科学知识，也有生物学背景的专业人士，针对无共款鸟群采用无共款的驱离方式，比如影响生物情境摄像播送器，就免真是对抗放晴，或者是干那是开车到现场，就应行走这鸟群。瑞丽详细看手头的猛蛇，甜甜暗棍也不要紧，相当熟悉如何甲无毒性的蛇斗阵，也会有蛇公主的称呼。伊讲蛇对环境反应真直接，无亲像人有驱魔甲掩饰的天性。ကျမတို့ကကိုချင်းစာပေးဖို့လိုတယ်။သူတို့တဘာဝအတိုင်းပဲကျမတို့တွေနေ့စဉ်လှုပ်ရှားသွားလာ。身为猎蛇保育组织的成员，那接到通报，瑞丽甲小组盗走骗都市甲船卡，无论是公寓或者是大楼，草埔或者是黑暗镇的排水管，拢爱想办法掠到这骨溜溜的蛇，然後協助因回歸自然。每對人呢，အန်ရရှိမယ်ဆိုပြီးတက်ပြစ်လိုက်ကြတာများတယ်။အခုကျတော့ဒီလိုမျိုးပြန်လွှတ်ပေးလို့ရတယ်။နောက်ပြီးတော့မွေနဲ့ပတ်သက်တဲ့အသိပညာဘုတုတာတွေနည်းနည်းလေးတွေပုံများလာတယ်ဆိုတော့သူတို့တွေကလည်း。瑞丽甲成员掠蛇甲鸟海过程拢传到网絡，愈來愈濟民眾認同保育組織的工作內容，也慢慢改變對蛇的刻板印象。伊講換一個角度看人甲蛇的關係，就應找到和平共存的方式。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帶觀眾朋友來看下半部的天氣。吉蘭到新竹對29度到34度。苗栗到雲林對30度到34度，嘉義到屏東對31度到35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9度到33度，平湖金門馬祖對27度到33度。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的下晡新聞，我是嘉豪，咱再會。